今仔继续来到高雄燕巢的深水里，有一个乡亲3天前伫个徛街附近的路边，发现有7个无主的金刀翁仔，带一条赶紧来里长来通报。这7个无名的金刀翁仔，并不是当地里面的亲属，真有可能是有人为其他所在摕来遮弹掉的。早起相关的单位拢派员到现场，要来追查到底是食非法共弹遮的金刀翁仔。 买就今仔日现处理掉，莫搁咱糖咸食。李着真受气，因为路边有乱弹骨灰翁仔，几工前地主整理环境上发现，赶紧通报里长。因为遮顶面佫有藏一寡物件，我是讲来整理你的，唔知影讲放7粒物件。初步了解，这7个骨灰翁仔毋是当地居民亲属的，怀疑是被人故意弹掉。道路啊安怎吼？无民事的墓啊，吼啊叫殡葬车的去捡。 啊，捡的吼，伊刷山，算钱共客伊啊啦，物件摕来黑白拼的啊。你来看到骨灰翁仔，而且佫是7个，大家拢议论纷纷。多新的那个抓坡呀、那纸板那类的，我印象就是1年。区公所、殡葬所拢派员来到现场了解，即马这几个骨灰翁仔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呢？殡葬所的人员表示讲，因为被弹掉的是高雄燕巢区深水里这个现场，是属于国有财产局的土地，必须要由对方发文，因才会当修理。这有区公所甲里长，也佫有里民拢无法度接受，认为公部门搁咧推卸责任。民政局经过开会讨论了后，决定将因放伫个公立的肋骨塔，或者的骨灰翁仔，别搁再受到风吹雨淋的摧残。